未記我食，係各位聽眾，嗰陣歡迎到嚟收聽邊啲學嘅節目。即個禮拜咧，我到對嚟咪講攰，話人會講攰個數，特別我嘅攰是油炸攰。要炸龜，即係我即禮拜無人講鬼故事，我就是講有興趣佢講鬼故事，是人同電話啦，是話人家來聽人鬼故事咯，但係就是無 register 咧，無愛講咧，啊，我就是調佢講白嚟話題咯。OK，嚟即係呢個月，面呢個月無看到鬼咯，人就學起咯，七個月時冇碌個鬼呢嘛，我成講七個月就只隻鬼故事特別個冇喎。原來是讓運觀車鬼啊，無看到鬼啊，唔要緊。人講別行，人講鬼咪講鬼。煎炸不煎煎煎個字嘅物件，但我講炸是應該是華語 Mandarin 嚟，人講炸物件咧是咱變做用講炸，其實是煎煎個字有蝦米清差，蝦米是煎，蝦米是煎。來講者我不開嚟買咩？真冇寫嘅咧。OK。煎唔是 pan fry 咩？煎是 pan fry， 較少油誒，睇煎糊。煎咪是 deep fry 咯。煎是見少煎是 deep fry。然後叉是 stir fry 是唔是 fry 啊 ？stir 是叉，所以煎是較濟油誒。嗰邊我起來記播啊，煎是較濟油誒，煎是較少油誒對。煎是較少油，成日都煎糊啦。你煎糊無可能你用真濟油來煎迄個糊誒嘛。煎雞嘛用真煎啊，煎雞咧，做咩叫煎雞咧？做咩乜叫自雞咧？亂來啊！冇啦，有人叫自雞嘛？自雞是咧少年咧去吹雞是叫咧自雞，不是自雞啦，是自雞啦。哦，自雞啊，自雞啊，自雞啊！誒，小寶我是食煎雞喎 ，KFC 是叫煎雞喎。對，我唔是講煎雞，特別我聽個人叫自雞本嚟。哦，係叫自雞。OK，嚟講自煎嘅物件。你人 suka 食無 suka 食，人哋咱講，咱個 air fryer 去啊，定嘅事，哎喲！你頂就攞正攞講起嚟嗬，我潮死啊！係咪嘅？喺度覺得百家就，我講覺得百家咩？係你覺到蝦嘛？你講覺得百家，烤箱咩？烤箱嘛？你阿俊講咩啊？伊講覺得百家，我最頭蝕去啊！你講覺得阿 B 啊是覺得百家啊？我唔知我未記啊，我講句哦，你講，你小飛阿 B 話講個杜蝦啦，是咩？我都會曉個杜蝦。對哦，你特別你家己講，你去聽到你家己講覺得百家嘅，你都覺得嗬，覺得百家啊，你家己講。杜蝦 udara bakar。你是啦，air fryer 唔是個杜蝦，有一名 air fryer。哦 ，air fryer 咩？peng goreng air apa mesti air peng goreng angin panas。哎呀，嚟講嘅話 ，OK， 咱講煎炸物件，你 OK， 咱講成日suka食，蝦米物件煎炸物件先？唔是煎炸，我講唔對啊，煎雞。煎雞。金蕉。OK， 煎雞、金蕉、煎金蕉。嚇？蝦雲吞。煎蝦雲吞，就是講煎糊啊。蘇東。煎糊。蘇東。煎蘇東。煎雲吞。我是個這樣。煎咖喱，我是咖喱包。雞皮。嚇，喲，雞皮我是咖，喲，誒，我食這年冇食雞皮，我會食一道東西是。我本時冇食這年啊。今日都在去食 ，OK。我來蒸雞皮 ，OK。鹹煎餅。鹹煎餅，油炸龜咯，油炸龜咯。
油炸龜，都等煎卡哎呀是煎煎煎雞卡的我食啦脆，煎雞卡脆。即係你家己食。如果我再跟食，攏無來食，咪叫我咁冇，let's make more share，OK？特啲就係一人白路唔愛食，唔是講伊無暑假食，是講無 healthy 嘛。哦，actually 其實是真 healthy 無健嘅。康啊，人講無健康嘛。健康特別我是無臭啦，我無講暑假無暑假啊，食，是講大大隻隻，個個隻擺呢。福建話嚇 fried rice 叫咩啊？啊，隻橄欖豬條。煎緊熟啲，煎我就suka食。哦，你食隻 French fries 啊？ French fries。誒，咱唔是叫法國條啊，咱叫豬條。我冇 sell chips，我 suka 食。哦，你食隻 fries，你講下你 requirement 是咩？依種 what is considered as 蝦米叫做好食誒番薯子橄欖豬子。即係我講嘅，我冇上嘅 cut 嘅嘛。嚇啦，講啦冇上，你暑假咧，你自己本身啲暑假咧，我有啊，我有 requirement。我暑假咧，嚇？即係叫咩啊 ？zigzag 嘅係叫咩？哦，zigzag 嚇 crinkle cut。誒，你話冇暑假？你真係咪數 crinkle cut 嘅 surface 較garing？我食佢裝時陣，我都食 Five Guys，你是有嘅是，你是啊，伊青菜切嘅啊。哦，你成個一夾幾粒嘅橄欖豬，了切掉嘅。對，伊唔是講伊 shape 嘅咧冇上嘅。嚇，伊是用正嘅橄欖豬，有啲是 process 嘅嘛，伊夾嚟夾了，夾綁一條一條嘛。所以外口食嘅咁樣就麥當勞你講話 process。啊，對。了，這個是。你當我就係 suka 食 most burger 嘅 fries 嘅。阿咪 burger，most Most burger 是咩啦？ Most burger 咯。日本啊 burger chain，哦我新加坡有。錢嘅。哦。依家就冇冷白嘅。馬來西亞有啦。係咪？你都是個只咧，napnap嘅淡薄，伊嘅真係特別冷白，要淡薄。你外口冇咖喱嘅，我未打 hand fries 冇咖喱嘅。只要教你教我驚聲，伊暑假食手機嘅，大頭講嘅，冇啦，食我冇講隻就食隻手機，是講伊嘅手機嘅。冇 burger 嘅 fries 是夾減淡薄手機淡薄。嗯。哦，我未打 hand fries 嘅手機嘅。啊，吉利。我講結束吼，即係McDonald 嘅 fries 吼，我朋友講我唔是 potato 嚟喎。是啦。伊是 maybe 有摻別項物件。process 嘅。伊 process 到對。啊。變 potato shape，伊面只只切嘅，伊是。特別我自家食，我自家食。了過做過。我自家食啊，啷捌起過人啊，阿青啊，但我都捌起過人，你使家己起來誒，你使訂呢邊，你使家己起來，不因為啊，貴啊攞到後你就未起，我就未 invite 你就，just in case 啲人就是講你捌起過大頂啊，你個別獨端起來嚟講後，你會使家己起來，啊嚟講阿蕉，特別換嚟換 ketchup 咯，哦，我會 in chili sauce，tomato sauce，我會 in chili sauce，錯了，嚇。換 Sunday。哦，我不食過本嚟。啊，對，真係人做。That one only McDonald fries 啊。對。McDonald fries 嘅 McDonald。哎呦，我少年 McDonald 係 curly fries 呢。誒 ，McDonald 是 curly fries 啊。curly fries。我想 A&W 㗎。curly fries 咪好食，但係我冇食過。我是冇食過。哦。我頂住到邊咧嘅幾間嘛 fries。哎呦，你係咧 dry 頭整。幾間嘛 fries？你講 plastic 嘅，你講呢？伊然後我咧諗到幾間好食呢。哎呦，當結果喎，諗起幾間嘛嘛。哎呦，啊，諗起開一打啦呢。諗家己開一打。伊嘅味素啊，然之後做啲嘅記嘅。誒，我實是唔捌食過。我就唔捌食過。伊是到底咧到底碗咧，你到到干乜落啊邊嘅？伊是伊嘅邊啊，伊 facing 迄邊，伊嘅邊啊是做做嘢啦，我會記。誒，白切為是得咯，白切是後尾邊啊。我真是白切邊啊 ，before 白切係樓推起嗰邊，一般家啲係邊位嘛。樓推嘅位。Grow 得住邊啊？要 no entrance 嘛，是我咁啊？
對，你伊 other 上 side 是邊啊？有賣棉花糖了，還是伊賣？伊袂使有咧賣咩炸個還是賣 waffle 啦，係咪冰是唔是？ popcorn 啊，something like that，可能嗰個椒有一個咧椒店嘅咧賣椒嘅店嘅周天糊央啊，嚇，佢冰嘅冰曉伊嘅 entrance。對對，對，唔是 OK，OK 唔是迄邊，誒嗱，伊是塞的嘛，伊是塞的。他邊位記啦是賣羅蒂的。嚇對，伊有 bakery 嘅。嗎？bakery 對對對 bigger entrance，伊啲是 side entrance，伊樓啊梯，side entrance 我會記伊就會椒店嘅邊啊，起來有一個樓梯站起來。即係電推嘅位嘅。啊，對，了解就冰是 information counter 嘅 paging Mr. Desmond 椒嘅呀。OK， so OK，煎物件你是個隻 fries，啷講第一是個隻煎炸含煎字嘅物件咩物件哈？個咩 calamari 哦，煎手凍啊！哎呦，隻手凍冇食過隻馬王啦，對。哦，煎馬王是成個你啊馬王好食啊 blossom 嚇，啊，對對對，伊成開花呢，可能是唔是？冇，嗰啲食少看就開花嘅啦。係咪？你按照煎馬王是按照煎？哦，onion ring，onion ring，哦，這是大倉殼，煎嘅大倉殼，一顆呢？煎啊，雞排咯，雞排，即係台灣嘅雞排真好食啊！誒，我唔係食過，我唔係去過台灣是 transit 呢，所以我唔係食過炸雞排。你食係屌嘅。哎呀，安怎你講 describe 翻伊嘅味素先，咁我想我會見食。乜鬼地 chicken cutlet 咧，伊換隻切片頭咧去煎喎。所以外口是咖喱嘅，伊個外口。伊食嗰時有參，你唔知咩葷啊，個 seasoning 嘅。你家己會經嘅咯，你愛 seaweed 啊、cheese 啊、香蕉啊。Oh my god！麻辣啊！喲，誒咧，伊隻大地嘛，我看你 YouTube 是人。對，有誒有切，有誒無切。佢呢是蝦米肉嚟嚇？伊是杏肉，啊，個人咧大地嘛，冇可能大嘅肉嚟，推嘅肉。杏肉嚟，哦，一啪，正，拍開邊啊，包嘢食啊 ，OK。啊對，了，個當家子我就屬隻當家子。哦，同佢什麼差唔多像哦，個係咧雞巴。你是杜巴咯嚇。我是個講格子。馬來西亞馬面爽就搭呢。係咩嘅？哦，伊會拌甲伊會包菜 unlimited 咧。到落係咩嚟？馬面爽。伊嘅湯本是啥？伊唔掂咩做通個豬啊？當格蘇啊，係你 Japanese 嘅炸杜巴。哦。我來定店嘅做馬面爽。馬面爽，當格子by 馬面爽。誒字，actually DSU 是字，唔是書，唔是書，是當格子啊。有一人讀書啊，並別。即係答咯，你自己要把個大地。有冇都有堅持都炸咧？只冇安尼油嘅，because 你炸咧，你煎啊炸，你炸咧。係咩嘅？做人 confuse 啦。是啊，炸咪見得單阿龍都嚟講。係炸咧，特別炸是成個爆炸炸。because 伊特別可以跌出來油。跌出來嚇，你但是都食到煎加油，你可食吉利嘅。啊，講到吉利，我唔會吉利。吉利，但我都講係咪？但我都講。哦，我把你食到迄當家書記書幫在一個真久嘅 restaurant 來，30幾年嘅 restaurant。哦。好食啊！本是上迄個馬面爽嘅 quality 咯，比較好添嘛。OK， 你是講餃子都冇油，冇咁油。伊油無咁油 ，and then 伊肉吼大地 ，and then 有一鹽迄fat。哦，伊杜巴。伊是 pork chop 嚟嚇，伊是唔是 pork chop？會cut 咧。
我睇驚嘅，actually 要冇講嘅 rose 加卡芝麻。哦，你是用 loin pork loin。loin。哦，有嘅是一地咧，反幾字，有嘅是一條一大地咧，加嚟切。哦，我不知係是迄個成個通卡子是伊係淋迄個古來，無迄個 Japanese curry 嘅，我是個食。你是 curry，我有陣時家己倒廚，我家己煮本，我買迄個 Costco 嘅特別我成日chicken啊，我成日雞烤煮啊，然後我air fryer 煎咧，係啦，我煮嘢半夜時加另外迄個 sauce 咯，伊個咖喱嘅 sauce，即係日本奶咖喱嘅 sauce 是一作個嚟把一條嘅，一地啊。我話阿三laksa嚟啊！我阿三laksa 都是個只煎個煎嘅物件。是個。因為佢聲唔知咩事，別講話唔知咩事。suka，我後面幫 suka 食啊。哦，你哋 suka 只煎嘅物件，啥物件？goreng pisang。哎呦，我冇愛。goreng pisang 有只一項款嘅，你知哦。我 suka 嘅嗬。我 suka 嘅是一種嘅是迄個到啲當中半亞嘅 bus stand 下邊嘅，嚇 van 嘅掉，你是幾好食啊？嚇，伊成個伊淡薄成個蘋果嘅外口嘅 texture 淡薄嘅咋，所以伊只斜，嚇伊只斜了個咖喱一個 light 嘅咋，我 suka 食了咧，見住個胖胖，伊無掉油嘅，嚇，冇咧嚇咁油，只斜咧油，我 suka 食咧。特別我冇時間食就是迄個煎金蕉啊，goreng pisang goreng 就是咁油嘅，然後伊成個豆油啊，豆油啊，我冇時間食因為豆油伊無係 plastic 嘛，切係 plastic 嗰啲啊嘛，所以我依家就得我哋講掉我哋唔記得，你講係白色嘅。人講嘅嘛，煎雞係就係 mineral water 你灌落去。是啦，都冇嘅食過即係咩 goreng cempedak 加地龜，哎呦！嚇，我是個食，你是講煎地龜是熱嘅嗬，熱你鵝加番薯，一啲番薯一啲鵝嘅。對。係我是個食本。cempedak。即係你使你 van 你特麼人食你煎金蕉嘅胃口，你使俾條本你煎地龜，一啲鵝一啲番薯，熱到啲 pizza 熱到啲咧地龜。sandwich 地龜，伊嘅地龜是最好食啊！伊嘅地龜假嘅會 melt 出來。哦，你成日你 cheese 煲啊，還是地龜煲？你諗佢係咩是學抓錢？細漢嘅時，咱第熟一看就是你老人食你地龜煎了，伊夾出去涼出來，流出來，你講咩河山字嚇？點要托豆嘅嚇？嚇！哎呦！我suka 食咧。嚇！你我就估冇食啦，等佢睇食下你物件。伊番薯就好食喎。Jetty 嘅位。哦。本嘢就叫河山。本身本嚟很美啦。哦，actually 是鵝嘅。嚇！是鵝嚟啊？無啦，咪本嘢唔是鵝嚟，比嚟。唔是鵝。比嚟。是講河山字。叫上河山字，我唔知。你看下河山。河山。有啊，定定，睇你冇講過。比嚟 rice flour。米切。米切咧有係咩物件嚇？我係叫土豆呢。你係土豆？土豆加강호驚。哦，강호驚掉，你冇강호驚。係番薯啦，番薯。係番薯。哦，係番薯啊。有番薯咧。係番薯絲啊，係番薯絲掉。哦。先到有先到等對下手機接。好 ，OK。來了的這種。我愛。一個係，我隻本係。係字嘛好食咯，只啲係字。哦，只啲係字下邊會俾學生字本啊？冇係字呢，只好食。你只啲係字是唔是迄個無毛白嘅孫呢？是啦。石蛋叫啊，對咯，無毛白孫。要蘿蔔好了，我計蘿蔔。蘿蔔特別企喺你後邊。冇學生字，要蘿蔔咧，要咧蝦字。
有下子咧個佢哋豆乾入面包物件 ，stuff 豆乾好似。哦，豆係豆煎啊，啲物件係切，煎嘅。佢一字個真個字就使嘅，就使就個好煎嘛，就使你是個只煎個字嘅物件，係咪物件？同埋人講嘅東格子我屬格咯，了台灣嘅炸雞排我屬格咯，了我屬格 tempura。哦 tempura 食少食到好食。哦，功夫特別有功夫。馬來西亞其實冇乜好食啦，了馬來西亞從來唔捌食過好食。哦，我暫時冇食食。只素油。哦，對，甘油。有人想會食蚵煎咯。叫咩蚵煎啊？蚵煎，其實條蚵煎比我來，我 favorite 蚵煎。呀，你特別去帶食，坐去食你見食位。我屬個買魯班山嘅富國嚟咯，但了我屬個住落當 post office 後尾嘅三條路，還是仲諗嘅啦，成隻大。Oh my god！你知嘅了。那我 favorite 嘛？我係 back up 嘅 topic 就是無鬼告訴嘅事，講食就對有人來講。有。啊，是有路鬼啊！煎是屬於煎咩？啊，特別煎嗎？人講煎字嗎？於是蚵煎嘅數啊。啊。特別要煎一個字啊！要煎一個字。其實我個暑假寒拿做做udang啊。啊，做udang。我就暑假做udang，幾時就當樣刮沙時啊樣嘅。冇夾刮沙。哇，熟咯我哋。做udang一個有隻物件，一個有佢哋跟住煮煎嘅啦，然後有內煎嘅啦，佢哋合埋一齊煎嘅啦。哦。一做當就好咧，有很難搞做咧。小白虎講花枝，花枝就是個花枝，像是大白咯。花枝是唔是？是花枝，花枝是個白咧，有含煎餅嘅大白，伊是有係糖嘅，外口加零但冇嘢糖。就是一糖煎餅，嗰時個只鹹啊，是個只甜嘅。我諗係冇個只。特別煎嘅物件，我係是個只鹹嘅，成個煎雞配煎雞嘅脆。唔含煎餅嗰時係一打，鋪底係一打是幾好食嘅。含煎餅是其實是講話是含煎餅嘅嗬，你一變咗學嘅話，咱講含煎餅。對，咱是。嚟有時有含無含嘅嘛？有啲係做 B 嘅，我是個只。裏面含煎餅裏面係做 B 嘅。做 B 啦，哎呀來啊，阿龍來啊！做 B 嘅好似。阿媽都來啊啦，伊同 profile picture 無相啊嘛。啊，是咩？是啊，阿媽伊是係直接糖嘅咧，你 silkworm 是 canned food。啊，隻來個別人個是個隻煎個煎嘅物件。我屬個隻美國嘅一個是叫 hush puppy， 佢一個是叫corn nugget。corn nugget 怎做啊？corn nugget 甜甜嘅，一直加工嗰了裏邊嘅，你 creamy 嘅。哦，一個陣間做隻 nugget 係食啊。哦，你外口加零啊，特別裏面 creamy 是唔是？對。And then 我哋這邊嘅有一間餐館名鳥湖坑，伊做 hush puppy 是。鳥，伊是拖沙坑啊。catfish hole。拖沙坑啦。拖沙坑啊。嚇，鳥湖坑不啦？伊 translate 啲福建話，伊是阿毛名 ，translate 啲福建名。是啦 ，catfish hole 嘛，拖沙坑啊。伊大阿根沙嘅被咧 hush puppy 是出名啊。哦，伊其實我冇講真正是個隻 hush puppies， 我是個隻 hash browns 嘅 hush puppies。hash brown 叫 hush puppy？ 我係個隻 hash brown 嘅 hush puppies。Because 你食得唔好食，if 你嚟即間阿根沙嘅叫我俾 try 下自己嚇。特別我有真有隻本，我真有隻好食，我是較 prefer， 我是個怕是切，你外口特別伊裏面 fluffy， 外口加零。你去 Forest Gump 迄間餐館食嚇大。哦大，我是無食得大，伊是
我是靠我經咧，我是要整迄個橄欖煮嘅，迄個 hash browns 啊，我是個只 hash browns。煎雞，攏是個只蝦米 brand 嘅煎雞。喲，煎雞啊！辣椒呢？個人嘅煎雞嘛是好食。啊，對，個人嘅對。我頂住把嗰個煎。啊，個人嘅韓國煎雞。Jollibee 嘛好食。誒，我唔係食佢 Jollibee。Jollibee 好食，Jollibee 好食。馬來西亞有 Jollibee 哦，馬來西亞有 Jollibee 嘅味素成日人細漢開 party 嘅是煎雞。快雞做嗰啲 party 嗰種。哦，我知啊，伊better 無講就濟嗬。伊是成豆，伊成個豉成豆油啊。咁樣冇。哦。招都 try 過喎，Five Guys 嘅 fries。try 過啊，20塊。啊，好食，好食。啷20塊升到啦？15塊升到啦。哦，我正價入啦。邊度後邊有 Five Guys 啊？ringgit，我5路。哦。盤丁一斤，白胡蓮一斤。哎呦 ，Five Guys 是正時是幾冇啊？成麥當勞成正。你看給我 story 嘛？你講即個 no thanks 嘛？你講我正價開始講，你同我講。特別係我後邊有肯食土豆哦，呢件事。冇。哦，頂擺旺正價有一間嗬，我別記叫咩名咧？以前 cowboy 你看你旺正價有一間。哦，係 Texas 只那 Western 嘅 Roadhouse 咁 ，Texas Roadhouse。唔是咩 Roadhouse 都別記啊。特別我叫 Texas Roadkill。伊河路土豆，你坐落來了，伊河路土豆是湯嘅嘛？你土豆卡會點啲土卡？啊，對。只你河路點啲土卡咯，來。這邊不是叫 Logan's 有嗎 ？Logan's 我啊無㗎了，忘記無㗎了。Five Guys 是伊河路伊有一隻做啊，然後呢，你就落一擺，你排隊時你就落一擺，使到排隊時食嘛。冇真㗎冇。哦。我唔捌去 Five Guys。你唔捌啊？唔捌。哦，tapi Five Guys OK 冇，我suka 食伊 burger，是講我無常食啦，我食少食。當然較少去好食啊，當然，特別伊個煎的，伊個 fries， 有當時好食，有當時無食。我無試過食南拍拍的時都無試過食，我是伊 Five Guys 上時淡薄南拍拍 ，because 伊無 process 嘅數嘛，所以伊個一那是伊無 fresh 嚟講，伊一就軟去嘅。所以你食 French fries 都永遠袂使 take away。啊，對，除非。除非當然你出來有迄個air fryer， 你會使 reheat。蘿蔔咯，我成日食蘿蔔。我食 French fries 就是 fish and chips， 我食伊個糊嘅味多，伊個哦，伊 fries 有淡薄糊味。啊，我食 French fries 會係你菜喎。冇啊，冇 vinegar。新咗啲人。我近日係呢個，冇 vinegar。我 French fries 我冇係錯，我係即 fish 伊糊啊，有啦。Truffle fries 咧 ，truffle 嚇 truffle fries OK。嘅係味嘅，你冇試過 truffle 味啊？冇嘛，有嘅 truffle 嘅味嘛，冇意思。是特別嘅味，只 truffle。誒，人是唔是見啲較早嚇？你講幾個數人較話較來，是唔是？人嘅啲數較早，人個都冇 problem 嘅數，冇。嚇，我冇 problem 嘅數，所以就頭 start 起啊。OK， 了所以我今日我冇講龜，我講龜煎龜。我會講咧，就是自家煎OK，air fryer 嗬。你誒 fries 啊，係咪嘅了南拍拍了後，你嘅對厝啊後，你會使一直做喺家庭去嘅。伊是原因誒，我頂頭時我是係 oven 啊，唔是做別成嘅咋，咁啊 air fryer 我嘅會做成喺家庭嘅。oven 係咪嘅了本別 convection 係咪骨頭本別 ？because somehow 伊成個小菇你係小菇一般都打咗咋，然後打都冇好食啊嘛。自家食薄餅子哦，自家。薄餅子配叻沙，有叻沙湯。薄餅子好食，特別 egg roll 嚟比較。我冇試過 egg roll 嗬。一小嚿，一小春餅啦 egg roll 是。特別我嗰時個食係咧，我試過食 roti babi， 我食過roti babi 啊喎。
小寶啊，咱嗰邊睇隻 roti babi 哦，咱去食阿牛嗰邊。吹看，上個是有啊喲。春餅我知有春餅少。因為春餅把迄間店無，伊是 pork free 啊，因為所以無 roti babi。所以 roti babi 無呀啦。迄間迄個大上個是無咧，我記古早有誒咋。roti babi 到啲迄個 Long Beach 嘅嗰邊店應該是有。Long Beach 嗰邊唔是到呀，Butterfingers。到啲邊到啲 Butterfingers 啲，呢個 roti babi，特別我唔知有啲，我真久冇去食啦。那什麼是無呀？唔知你吹掉下，然後特別我愛食物件，特別訂要鴨鵝。鴨鵝特別訂，春餅特別訂。OK， 鴨鵝春餅。伊 standard 嚟咯，鴨鵝春餅，胭脂雞餅。你物件咯。OK。佢一個講。OK。你講你煎先。胭脂雞餅咪是煎。對咯。安怎其實我無咪明白 NGK 邊嘅字，伊啥物話嚟？伊是 NGK 邊啊？NGK 啊？NGK 啊？Mr 好 ，Mr Kevin 啦。伊邊啥嘅呢？那係 Kevin NGK 邊嚇。是 Kevin crew 嘅 Kevin， 係 crew 嘅 Kevin。哦 ，Kevin。NGK cabin 啊，是叫做嚟滾是 NGK cabin 我唔知喎，原來冇人咧。伊是叫 NGK cabin 啊。我都唔捌食過，看我都唔捌看。actually 伊下面 NGK cabin 是下面，伊正機是下面，物件無相，做甲平常時正機甲 NGK cabin 下面無相。NGK cabin 有嘢嗬。伊唔是你白得誒。แล้วอีสี是咩？有 spice 呢？伊是伊試物件嘅是伊特別啦。伊試物件嘅對，伊是。有五香哦。我其實我唔知喎。特別去看。未見五香無？現在是有，現在是有。現在是有啊。有係個人的啦。去拍子啊 ？Clove and cinnamon 啊。Clove and cinnamon。哦。安那 spell 嘛？你即係烹料。胭脂 INCHI。胭脂。胭脂是一串嘅啊。Oh my god! It's actually胭脂 Kevin INCHI KABIN 喎。對。INCH 胭脂 cabin。但係我之前人講 NGK 我都唔知。係 NGK 咪是就冇成個咧人 party 煎嘅正機，佢就是 NGK 嘅咯。咱去等人嘅生日 party 嘅時啊，會正機。你食過鳥出錢哦？有嗰時一直八。冇一種嘅 dish 名嚟 NGK 邊。OK。你冇咪聽過啊？食過鳥出錢哦？我捌聽過，特別我唔捌食。伊係啲 Worcester sauce dressing。on the side。NGK 邊啊？係淡薄番椒啊。下面係鳥出錢哦。赤番椒，唔知，我未記得鳥出錢。仲有咩嚟啊？鳥出錢咪白腎寶咯。白腎寶，但冇嫩嫩，但冇 squishy 咧嚇。落地啊嚟治，只係落地嚟嚇。唔是落地啦，伊成個多，伊成個就鳥出錢是之類啦，伊成個就做。成個糊丸啦 ，fritter。伊是 flour， 伊是 fritter， 伊是。伊有胖胖嘅，所以應該是有係成個 baking soda、baking powder 係咩啊？搞嘅咯。嚇！伊是 squishy 嘅嘛，伊成個對 QQ 淡薄嘅係呢。伊袋晒糊丸特色咧。有輕都毒輕。對，輕。แล้วก็กินจะเกาแล้วแห่จีเลงกว่าแล้วแนวชูจีเลงกว่าแล้ว鳥出係鳥出啦，鳥出字。呢個 shape 就係鳥出啊，你揾啊。我成日度鳥出吧，係字。係字是無相，鳥出字是無。咦，我覺得只一個字嘅物件，係件。咩啊？係件。唔是係件，我冇試過係件呢。係件是啥物？係件，即係做呢嚇。係件是 profiter。
actually 我即係唔做呢？所以你是硬去攞啦，喺點知啊？就是舊嘅果汁味咯，係嘅。哦，其實我唔是講係嘅，特別我是講係做，即係漸做呢。漸做嚇，漸做啊！即係漸做，唔係漸做喎。冇係做漸做就成日攞埋食啊！冇滴滴呢？滴滴，伊實只淋尖特別滴滴淋尖嘅。對。你อุ่啊你，你淡薄我suka 就係你韓椒椒，水淡薄下。我成日煲樣 suka อุ่啊你 sweet sauce。sweet sauce 係你碰醋嘅 chili sauce 呢，Dubai 嘅 chili sauce。唔使啦 ，sweet sauce 嘅嘛。sweet sauce 我食嘅啫，我當要啲是唔是？唔是成一樣嘅 sweet，這邊嘅 sweet sauce 係 honey 啊。哦，you。那個嘢。哦。別食。哎呦，死爆我咯！以前嘅邊咧有伊個 sauce 嗰邊啊，係阿毛豆油嘅。哦 ，Worcester sauce 啦，Worcester sauce。Worcester sauce。Worcestershire。阿毛豆油就對啦，阿毛豆油較應叫。阿毛豆油對。誒，阿毛豆油係其實啊。因為攞種嘅就即係 Maggie 啊，加你 Worcestershire 個冇咩像嘅喎。係咪 Maggie 是叫我毛豆油咩？嚇 ，Maggie 係啲嘅啊。冇像。嚇，伊冇像嚟呢就。冇像，嚇。Normally 人講阿毛豆油咧是 Worcestershire 嘅 sauce。冇阿毛豆油唔是係你 Lee and Berry 咩？嚇對。啊 Lee and Berry 啦 ，Worcestershire brand 啦。Lee and Berry。啊 Lee and Berry 是乜 brand？伊嘅 sauce 叫係你 Worcestershire，Worcestershire，免睇一下嘢 ，Worcestershire， you 嚇。特別好，我 it spells Worcestershire 對，特別係 Worcestershire。哦，毛菇嚟啊，毛菇嚟講啊，煎物件。擺起來啊。我一項煎嘅好食，排啲。哎呦，我見食咯，伊個吸。嚇？誒，把你看過脆咧，新加坡薄餅啊，派脆哦，好似係。誒，我係朋友啊。哎呀，明咧我唔知點佢做咩名，所以我咪講。我嚟派脆，不過你個料你係點到未啊？你係 restaurant 到未啊？哦，好啦，我聽落呢排個字啊，OK 啦，不過旁邊嗰啲吸餅餅咩叫做咧？哦，伊是成個陽光茶咧 ，stuff 到啲嘢嚟擺啲嘅咬嘅，明唔明掉？哦，係你係叫擺啲啊？嚇，你擺啲為乜負責特兜做嘅？嚇。你啷叫咩？啷叫新加坡薄餅啊？我唔知，我係有食嘅，我唔知。講一條啦。拜啲是 actually 咁係咩字是？係咩字咧？拜啲樣嘢字啊？拜啲。以前樣嘢食嚟就俾我唔知是阿做啥，即係奇怪樣嘢。我捌看過伊個薄啦。我捌看過伊薄，你特別換到啲油嘅，煎到啲油嘅，可以做咧是咧 dip 到啲伊個 batter 嘅。一看嗰種咧，我好似是咧，一度別。嚇，伊別律嚇，伊個凹別律。拜啲，我嗰時間食煎嘅嘢。油煎嘅物件，你買油味咧，你掉抓，你油掉抓。掉，特別係膠你油，唔會咁油。抓。阿朱都講咩？每可能嘅嚟講是patty 嘅意思就是 patty，P-A-T-T-Y。哦呀，對。patty 不都做咩做 patty 咧？都冇。唉，maybe 是食 patty 是做嘅。交沙字來啊，只係梅就掉啊。啊，梅就掉，係你。patty 嗰時間煎。啊，咖喱包，我是食咖喱包。咖喱包，咖喱包是煎還是煎呢？我是講煎的喎，煎咖喱包。煎應該是煎啦，有煎。特別你煎會煎是 deep fry 嘛，面是咩？是啊。咖喱包唔是 deep fry 咩？成日同問我講煎雞咧，嗱我煎雞啦，冇講煎雞。我是介講。啊，嚟啊！喎，講到咖喱包係指咖喱包嚟喎。同你 clubhouse 一聽到名，一聽到名了。咖喱包是煎啊！
咖喱包是煎 ，OK。冇嘢就係 what's the difference？ 咪每一波嘅人啦，唔使轉咯。水啊！教水。糟啊嘛，糟咖喱卜嘛，那糟咪是煎啊。啊，煎啊，真啊。 deep fry。是 deep fry 嘛啲哦。特別人講，咱講煎雞啦，冇講煎雞。即係每阿龍啊咯，仲未講啊你講。maybe 頂到嘅時，人是係你叫做人有一個煎雞嘅辦法是，本是成個，伊唔是 deep fry 一半呢，叫做。呢個會使安尼做 shallow fry。成個 KFC 係 big 嘅嘛？冇啦 ，KFC 嘅是pressure cooker 煎嘅。KFC pressure fry。嗰隻你是杜白鏡子，冇估杜白有可能啊，杜白鏡啊，白鏡子對，伊唔是用豆機嘅，伊是用杜棒油嚟棒石油，係棒。哦，你叫棒石，我叫杜棒。哦，伊是成個伊個 fat，特別成個 net，成個棒啊，你看你是唔是？Instead 一個嚟包一把係啊，哦，對，一包係咧，係咧嚇，啲人叫杜瓜鏡咯，係咧，仲有杜花鏡啊，杜瓜鏡，哦，杜瓜鏡，誒，杜瓜伊是嘅杜瓜剁出去一嘅，係咧，剁出去，你油棒油嚟包掉啊？對，哦，唔是棒油哈，伊油成個棒呢，唔是棒油，唔是個小刀嚟包啊，唔是小刀啊。誒，哦，你我唔捌食過喎，都有參照嚇，我捌聽過，但係我唔捌食過，派脆啊，食少較做啦咯，即係羹嗰邊脆嘅棒，阿姑農業人都有做啦，係咧，哦，誒，做咩試過杜瓜鏡啊？還是杜瓜啦南邊？哎呀 ，mostly 人用杜瓜嘛。哦，喲，我想要食咯，唔知道有參食嗬。毛毛菇你有做？我有做啦。你曉啊？19啥子？唔是，重點是迄個杜棒油派脆。哦，對比你咪成日小白不遮邊，愛不遮邊。然後問題是一來學路嘅是唔是多多地，一學路脆脆嘅，所以食我食很khó。แล้วก็唔是講真清氣，都愛真小心氣。杜棒油是到底得位？哦，大等位啦。因為成個一一包掉啦邊嘅，食咧寬長嘅位啊，嚇定一檔一定嘅。成個我唔記得有隻字咯，而你都講咩？我睇到隻字叫。伊是棒啊！你看你嘛？伊成個棒啊咧，棒啊咧，伊是油嚟，特別伊成個 net 咧。誒，阿莫字有本嘅叫咩嚇？有隻隻人嘅嚟做。intestine 啊，唔是 intestine 啊。伊唔是 intestine，就啲一包掉 around intestine 嘅油。伊是 net 掉一 carry 掉伊嘅，嚇一 carry 掉啲 intestine 嘅。咦，阿莫人有用本嘅，阿莫人。是白色嘅啊。嚇，白色一條。特別，伊是上個 marbling 到啲白，特別 without 一白呢。所以成個棒啊，你看咯，伊成一條線，嚇。佢了 intertwine 了時，特別伊是 fat 嚟，然後一人夾伊嚟做 casing，唔是 tribe，伊是 fat 嚟到啲，有咧，即 chef 當佢咪就係嘅 fine dining 嘅樣夾嚟包物件。我冇卡死只嚇 ，because 伊油係誒慢慢 infuse 到伊兩邊嘅物件，然後你只係時成個都冇食到，伊成個都被看到伊。不耶，咪其實伊有個咧是變做淡薄切淡薄個烤薄薄呢。杜棒油。我是愛講我頭先食到 fried intestine。哦，大腸啊，你煎到一個 intestine。西腸啊。大腸我捌食過啦，大番煎大番。香味有時件。炸香腸。炸大腸。哦。炸大腸，紅色嘅。咁妹就豬雜粥啊，豬雜粥嚟。豬雜粥入邊有嘅啊。哦。是啊。特別往正只係胖嘅喎，阿面。你 net 誒 fat 嚇，叫 call fat。啊 ULFAT。 K 係咩 ？CAUL。
CAUL CAULFAT。我不知，我不看過人攏去做你 fancy 嘅 chef 個 net fat 咧，直接嚟包。伊總之咧，伊是要好，伊會成個物件都只內面嘅餡都只，特別伊 after 伊煎咧，還是補咧嗬，伊嘅 fat 我啲咬起，所以一般做無看到伊個口是係咩？伊成個直伊用嚟做成個嚟 casing 嘅 method， 特別是棒嚟啦 ，fat 嚟棒。棒是迄個成個雕糊嘅棒，唔是昆棒嘅棒。John， 我有物件問啊。我諗係安尼做國家吼，你覺得多咗一個國家做甜嘅物件第一拿手嘅，第一好食嘅多咗一個國家。阿 John， 我除咗我係咧蘿蔔係咧小英啊大青，我是用白色油包嘅，安尼款咧。哦，哈，等我諗看者。多一看，嗰一國家咧是嗱，這是還未煎的是，還未煎的是。對，我包的是嚇，安尼款呢。我看到。你煎出來了呢？煎出來有啲成巧克力色安尼咯，就如果是一成個把條呢，係咯，一咬嘛，成個特別都唔知，特別較咖喱我比如用下啲豆腐較咖喱。哇，都搞哦，都。開比賽到大，愛笨笨的開。對啊，你開咩都是下邊講嘢。即係成個路伊學路淡薄，成個路蘿蔔咁沙包嘅只少呢，都俾曲慢慢曲，但是嚇，而家你bằng成個淡薄破坑啊，都俾波淡薄落去。我波，你夾波，你夾白地。即係看你冇有白地波啲中午有嗰隻古龍過去哦。我相信捌食過，我知呢，我真係看主隻 show 我看過。牛嘛是有，牛吧還不有，叫棒油啊。OK，多隻國家煎嘅物件，美國哦，美國煎嘅物件。唔是英國咩？我感覺馬來西亞啲好似係啲最種嚟煎嘅物件。煎啊！講煎後，你是講煎。煎嘅物件，馬來西亞啲最種嘅邊嘢冇有。煎嘅物件。咱係蘿蔔就較好食咯。蘿蔔煎蘿蔔好食。Actually，馬來西亞真係煎嘅，你去巴沙馬蘭看，淡乜是叫煎嘅。煎嘅。嗰一個是抓爆雞煎。對咯，咁樣。抓爆雞。抓爆雞，自爆雞，自爆雞啊，叫嚟自爆雞嚇。兩嘟係咩啊？兩嘟係去下面食嚇。兩嘟嘟呀。兩嘟呀。特別兩嘟嘅伊有嘅哦嚇。兩嘟下面嚟 restaurant 嚟嚇。我下面為馬來西亞啊。Klang Valley 嘅。伊即久吼，伊做甲安尼大吼，伊大陸 branch 有用迄個兩嘟嘅名咯。係煎下面，但我諗講我未記啊，煎下面。煎下面物件，即兩嘟是未煎下面。paper。紙包雞煎嘅，了伊規一包條抓了，伊抓入去煎。了阿姐還是你貼一抓出來，還是你接上面抓去？貼一抓啦，東西有當時都可以接到 stapler 個。哎呦，菜大家嚟試唄！當天用 stapler 了。呀，好似兩隻係大水咁樣嘅。冇啦，包咗 parchment paper 了，一 deep fry。tricky 簽。parchment paper 伊個用成個米粉嗰款嚟裹掉，嚟glue 嗰款嚟。我係黏掉，特別做咩事？都別食誒。所以你食了，你這紙包雞我冇食過，特別紙包雞是安怎嚇？紙
真是黏黏的啦，伊 marinate 了咧，伊也伊 paper bag 包起来，伊 paper bag 是裝嘅嘛，油紙嚟啦，油紙嚟包，มันpaper 對，成個人做包嘅啊，包紙。Tapi dia masih bau garing嘅咯。伊無garing嘅，伊無garing嘅，伊入邊是黏黏嘅，咁。真濟油嘅啊！哦，伊是無阿咪物件 special， 你食一道趣味啊！哦，知吧？我怡保唔是真出名呀，我鹽焗雞怡保是。我不知食係紙包雞是水Kembangan位嘅。係咪嚟？開始我係咪雞？不知內地水Kembangan位嘅你紙包雞啊！安怎 echo 啊？呢個詩話冇 echo 啊？I think 話係數，等陣。是最困難病。冇 ，I think 是話係 club deck 同時揭曉就，誒冇啊，誒唔是話 ，maybe 唔是話 ，sorry 啊，落 club deck，不能啊 ，so 點樣講咩啊？紙包雞。啊，你紙包雞是你個晚間迄間出名係兩牙。講起咯，出名哦，往不中部有一個 branch。伊是開始出名嗰邊嘅嘛，古早時。樹幫仔有嚟啊！ The buy 插邊嘅，我 The buy 插邊嘅成個事啊！我是貴，是Kembangan嘛是 The Mais 咯。啊 ，Mais 咯咪兩牙咯，兩牙咯。我是個食煎嘅物件呢，我是要食咖喱嘅。我自己煎個半死啊，好個冇咖喱嚟咁配，對我嚟講咧。你不要給佢補啊，對。我是個食咖喱嘅煎。Goreng ke goreng ke tau nap goreng ke garing no ichian ko yan teriyaki bo我特乜冇食 Four Fingers 你食好食係 Korean 嘅 sauce 你食條 sauce 尖條伊係本是 garing 嘅冇納嘅但係我頭先問我冇安尼 garing 第一個做嘅嗬韓國是迄個 Japanese karaage karaage ，karaage 是煎雞咯，是加韓國嘅，佢哋差唔多上，伊是本是切一粒，是 popcorn chicken 嘅。伊較大咯。你知係個韓國嘅雞後，你是特交嘅時個女去，讓食韓國嘅煎雞，我哋唔是個啲攞形是叫做韓國嘅煎雞napnap嘅。有 sauce 嘛？有係咪 honey sauce 啦？有 是特別你食時哦，你就 order 近年冇 sauce 嘅。你特別你是食我人啊，我because 我真正是個食韓國煎雞，所以好我被去到 restaurant 後，意思就被出來，你食開了後尾一條，滿是啲咖喱過嘅，你若是去食到食出來後食是就是女時間冇夠做啊。對。伊個。actually 我頂一買啊 ，take out 啊。嚇。寄對厝。本咖喱個，做個咖喱個，我有當時呢，我是愛特別有人有你補嘅，有陣時講你白另外下，你 sauce 另外下，如果好，你對嚟你使下，你 air fry 一隻，你個淋去攪啦，特別跌膠未啦，安尼看你咪講跌膠，我都較買一個本嚟好食起啊嘛，伊個 steam 嘅做好，伊個烤嘅皮，但伊個 ring 會較腍起啊，所以就是你食膠做嘅嗬，你食 fresh 嘅啊。伊是 even though 伊 sauce 濕淡淡，你加掉伊是特地本是咖喱，應該未定喎，伊是咖喱嗰咋？伊係咧韓豬粉，夾 plastic， 韓豬粉夾 plastic。你特別自家煎，我較熟夾食杯嚇，燒嘅，燒嘅用去燒嘅。你未啊？冇唔掉多冰啊喎！你就點解唔冇掉邊啊？特別即係笑啊！特別講誒，你做 barbecue， 我都冇食過 barbecue。哦，OK，或者人講笑嚇。所以未出聲係會漸漸冇講實。我香蘿蔔，我香蘿蔔就是咱平時嘅蘿蔔啦。唔是啊，伊五香即是講，伊唔是五香 five spice powder 嘅意思啊。五香嘅新加坡人叫五香，就是咱嘅蘿蔔喎。冇，五香嘅意思是到七月半大擺出來擺嘅，即是講個種嘅第一烹嘅鮮嘅物件，就是蘿蔔之中一個啦，鮮鵝一個啦，蝦子一個啦，紅菇一個啦，
鹹糊煎啊，啊鹹糊用 stingray 煎啊，แล้วก็煎呢嚇，แล้วก็是你是係咪有別嘅係煎蘿蔔鹹糊豆乾哦，我香豆乾啊 yes 我冇聽過。我香啊！嚇是我香唔是我香唔是講我香 spice powder 嚇唔是是個種嘅。個裝嘅字嘅物件，嚇個行嘅棒啊！毛毛佢都講佢知道，我想未記。蘿蔔蝦子鹹糊煎煎納豆乾個豆乾哦 ，OK，納豆乾啊，女嘅豆乾，我哋女嘅嚇，依個考是 spice， 個考是better 啊，做 crispy 嘅，所以要成個蝦子嘅可能。干那蝦子呢？干那一種蝦子有運量咯，像你嗰個是蝦子加鹹糊有運量，白到。แล้ว豆乾咧，你納豆乾咧冇煎嘅，冇係攰地落嘅。哦，所以攰地，所以外口是伊個豆乾煎加切嘅。啊，碎嚇切啊，你看你嚇。這裡是蘿蔔 platter 喲。蘿蔔 platter 就咩？即是拜鬼嘅用嘅。啊，拜鬼用嘅嚇。切過是拜鬼嘅。我流毛鬼後路嚇。哎呦呀，咁正。阿 John，啊哈，試下呢。有人食過 cauliflower 嚟煎哦。啊，過嚟菜花嚟煎。煎還是煎？煎是煎按照切啊？炒嘅是 stir fry。你冇你 fry 你อุ่น淡薄粉啊，你嚟煎。哦。好了。OK， 我係即係 cauliflower 就我是開始燒啦，roast。Costco 俾就。我到細漢嘅是冇。我媽屬個偏食嘛，人咪食菜嘛，所以嘅 cauliflower 嚟อุ่粉咯，嚟煎好了。哦，อุ่粉。等個隻雞肉安尼看下。哦，你อุ่你อุ่粉有絲咩？冇絲物件誒，普通 multi-purpose flour 安尼看，你嚟泡水淡薄，我唔係上清啊。特別而家有鹽淡薄嘛，冇鹽啊冇味啊，係啦。係啦，你係鹽淡薄啊，然後你就頭煎呢啊。因為啦，曬係淡薄粉咧，就做淡薄豆煮咯，基本是香嘅。我唔知啊，但應該是好料啊。我食過一項物件，我唔是也係煮嘅，是 mushroom，abalone mushroom。嚇 abalone mushroom， 爆胡歌，嚇爆胡歌咧，一做咧成個最雞卡呢。我捌見巴沙馬蘭，我捌看過，巴沙馬蘭。嚇！巴沙馬蘭比迄個白鹽菜本好料咯。哦嚇，對，咖喱嘅嗬。嚇，對，整個咖喱。哈。誒，咖白鹽菜呢就最貴整嘅，啊無啦，一翕，一個可能未咖喱，一翕嘅咖喱啊。成個人煎出嚟追，芥蘭應用，芥蘭有煎喎呐，芥蘭也燒，是garing and then 也 other part 是 normal fry stir fry。哦，即個 dish 咧要煎。哦 ，Glenberry 就興嘅，叫做咩？芥蘭鴛鴦。to taste 芥蘭。哦 ，OK。所以糯米啦，是一邊咖喱，自己淡薄泡湯。哦。阿 John 都有食過下你 Costco 俾下你 cauliflower buffalo wing 嘅 style。哈，我唔係食過，我看過。所以你係 air fryer 冇有？我冇用係 air fryer，我用white oven。哦。特別一想嘅啦，because white oven 有 convection 嘅。white oven 咪是 convection 是個等個外。哦，我係快，我係只鮮嘅，但係冇一般嘅 efficient 嘅喎。特別 maybe because 我係 portion 少。我係 OK 喎，我係得用。我 air fryer 較快啦，我是啦啥？你講你是 technically air fryer 是 convection。actually 係 convection 嚟。actually 是其實是 air fryer 是布嚟，是 actually， 係烘布。
伊毋是煎，特別你若係油咯嚇，你係油的，伊就係 surface 上嘅煎的，特別 technically 唔是啊 ，actually technically 是部分。Is it like 係你 hot air like it circulate in 係你入邊係講中？呀，戴森嘅 hair dryer 嚟，hair dryer 係煎都唔使。等下其實戴森嘅 hair dryer 唔使嘢。係啦，戴森嘅嘛，咩戴森？Daiso 啊，是 Daiso。Dyson嘅 hair dryer 唔使blowy。Daiso 是等下咕咕啦。好笑。我被煎，啊，講咩物件？煎，陣做叫咩無鬼個數啊？冇喎，你哋話tama start 嘅事冇人講嘛？你我講啊是，啊梅阿龍梅子啊是煎梅阿龍嚟。阿龍唔知，阿龍我係講煎加煎嘅話題啦。哦，原來阿龍 echo， 阿龍 echo。I think 阿龍開 YouTube 嚇。誒，安怎 2 hours？ 哦，當然冇 stop 掉。我冇開啊。安怎阿龍會 echo 啊？明？我都冇開 YouTube。你開 Clubhouse， 你 look back 開掉。我開 Clubhouse，我有開掉 look back 啦。look back 開啊，就是係冚掉 look back 就未聽到我聲。啊，我冚掉 look back，總是俾冚 look back，我特登冇開啊。我頭先誒呢個，不如我開 look back 是你俾幫你 computer 嘅聲嘛？當然冇啊，當然冇啊。當然冇。誒？冇啊，像嗎？有抓咩？我都冇聽到別人嘅，我有 echo， 我冇聽到啊。你自己講話是你 echo， 係咪數啊？我即個冇聽到伊 echo 了。伊都冇聽到阮啊，人嗰陣時出過櫃啊，人啊，當然冇啊，啊，當然冇啦，當然冇啦，啊，出過櫃啊。我唔知你做咩啊，特別點樣嘅啲學期喎？出過櫃啊，冇人看到鬼告訴我，冇人講鬼告訴，所以我冇鬼告訴。唔是冇人講鬼告訴，是冇鬼告訴講，唔是冇人講，是冇鬼告訴講。你應該做一個講一個個文正鬼，我冚掉伊，做一個 episode 幾多個文正嘅？你別。會使乜啊 ？OK。你講鬼拿刀咧嘛？等，由你嚟講啦。After 這 topic 嗬，你講隻地呢 ？OK。蘑菇應該有。蘑菇應該有誒。蘑菇，你個菇膠。你係介一個 episode 咯，你係介一個 episode。你拔刀，你係會拔刀係你 Clubhouse 啊？有冇 join 嘅時候，有時會講 host 叫咩名嘛？就嘛我朋友 MC 就一般講誒。host 叫咩名？係啦，我可以 answer 啦。係咯，拔刀嚟就會講嗬 ，which is our shortest episode 啊？伊哋要聽個了咗，伊哋要聽個了，伊個會吹掉佢哋 answer 咗。OK，所以咱確定 after 咧，即係你剪字句嘅告訴下，咱落字 because 讀鳥膠啊。啊，咱佢咪正正正經嘅咗，就正經都噔，嗱，你介紹個人嘅咗，你叫住你人講你 OK 呢啦，係咯，就正經咁聊嘢咗，講兩度聊啊，冇唔驚冇問題啊，是特不是別得潮咗，我就正經嘅，OK，拜拜，係啦，咁咯，拜拜，誒，呢排嗰陣見，你我個聲我個 friend 落住 ，OK，咁時啊，屌，介紹你好咩？咪破坑，正講，แล้วก็อะไรเจนจาว่าไม่รู้อารมณ์煎炸波煎กับ炸其實炸是唔是咱講唔對嘅？有人講炸哦，咱是炸是咱講有炸有嘅炸是用第一隻油嘅咯，炸是用第一隻油嘅咯。哦，炸是用第一隻油，你攰湯嘅油，或者攰你係啲嘢都炸咯。煎炸好人看，嗱，咁你叫我啦，實別。寫到嚟。哦，我寫。你寫尋日阿毛，所以我嘅係你嘛，我嘅講即係topic時間係嘛，煎煎炸。你看我自己寫是對唔對啊？係你煎對唔對字？其實我唔曉本，我落亂寫。煎是就煎是一啲無可以，煎是一啲無可以，煎是一啲無可以。但係你看我嘅這邊邊領嘅你看到？邊領。他們藝術字是一啲無可以。
伊character 啊，伊等人字。你無會，煎隻都會，伊煎是邊一個手誒，邊一個手誒，唔是手嚟，你是米嚟嘅。我頭先說寫唔對，邊有米嘅？你過寫好啊，煎煎炸，炸是咧包炸炸。啊，包晒炸。What's the difference？我就是講炸是唔是有無相？有無相咯？我知啦，定定話講煎咧，煎是淡薄油呢咯，了煎咧。但係煎你學講華語嘅人是未曉嘅咋，其實講學嘅話人係曉呢度，咱人係煎個煎是有分嘅，講華語嘅人是未曉分嘅，所以人家都不是煎嚟。你麥冚下寫淡薄會使哦，臭字。冇你一人寫就多寫我曉別去，你看淡薄嘅呀。煎嘅字，死全部都係煎嘅字。阿咗你 OCD 個仔出嚟啊！試過甩。是唔是？John 就是 deep fried and grill。冇 pan fry。對，伊講嘅是對，伊講嘅是對嘅。pan。啊，仲係嗰下。OK deep 都是歪位下龍，是歪位，等陣我再講。應該是啦。誒唔是喎，特別白人講就冇話嘛，所以見啲是出過30時哦。白人講話，白人講話個冇話，梗係以前人嚟。旗子啊！我錯，人哋未曉嘛。以前人咧話，村人嗰部分代表跟你講啦，唔知咩事裏面嘅冇上啊，你韓國鬼及人堆。頭走。韓國鬼就爆炸。嗱嚇，就是我吹未掉啊！煎煎炸，我覺得我冇吹未掉。我係曉寫煎。你話 OK， 我就應嘅，你今日記就唔嘅話，煎女先都煎。你咪冚下細聲。咪冚下細聲。啊，咪冚下細聲。你 input 煎女先都煎。你唔是你講我細聲啊？你係咪冚下細聲？我刷去了，我刷你 minimum 已經刷了。係咪？你哋 minimum 咩？你買 A volume？唔是地啦。我哋冚卡四個，嗰個四個。安尼啊，對唔對？啊，我冇聽唔到個意思。你聽唔到個意思嘛？是 headphone 佢嘅大聲冇啦。啊 ，OK， 啊，誒特別望你都副把咧喎。但係 anyway，OK， 煎你就煎女點樣？你冇講煎女嘛？你冇講煎女。煎女係較隻油嘛？對。伊就是咧點中午係油嘅，是唔是？啊，特別做咩事？人講煎雞咧，面是煎糊，煎糊，咱咪知咯。論到煎雞，雞都是煎的嗎？雞那個煎。煎啊，真係未煎啊。跟大家 fried chicken 咧，未煎嘅。你 fried chicken 係真係煎，你就。啊！你臭字但是而家不要做。賣亂，聽多數卡啦，講OK， 聽嗰粒點，多數卡係大機哦。係中午係油喎，來聽係中午係油啦。多數卡啦，嚟講嚟。豬，聽過喲。豬是另外一種，冇用油。豬係咪是豬？冇 no， 冇用油。唔是豬，成個人也向豬乳嘅豬，會記哦，即係燒乳。OK， 豬雞，只是講用佢哋鼎冇放油，係咪冇放你點得幾多去？係叫豬。豬冇油。你可以自己出油出來嘅，啊，即叫豬。然後煎就是煎女，放淡薄油，但係煎女。然後煎 ，OK， 煎就是本時一算叫炸，攞嚟可能嚟講，你是多數界，多數界冇半，煎加炸是煎加炸。啊，對，你看過後誒沙輪車嚟賣煎雞、炸雞，啊，本時有照樣。煎加炸是上啊，當時講 OK。我感覺是上對。誒，你唔上嘅。你講話，我未聽過，講明明係冇上。你講你要地椒嘅是煎，要地椒嘅是煎。羅地醬奶咪是煎咯，羅地醬奶是煎嘅。哦，你話是叫煎喎。羅地醬奶是煎嘅，煎要鹽接邊一鹽嘅嘛。見椒煎，咁啊見椒煎。嚇。見椒子是 deep fry 嘛？goreng pisang， 見椒子是 deep fry 啊？ goreng pisang 啊？你嘅煎應該是
薄薄一盐呢，冇，你是煎，薄薄煎是煎嘛咸。蝦子冇是 deep fry。對。是啦。等陣，你講我是咪做到俾你要煎個煎 ？Actually，你佢聽我講，蝦子其實唔是 deep fry，蝦子是 pan fry，意思成個伊較濟油過煎，成個because 你特別冇上嘅人做蝦子。冇上啊，你放落去一塊鋪起來嘛。蝦子是。要出字滿字用這隻油字。要出字。對，蝦子意思係冇嘅事。伊係要薄，蝦子有毛，蝦子無要蝦成個一點，你特別蝦一個點，嗰啲定料嚇，深度定料咧都浸落去，你鋪起來攰壞。咁講做咩事叫做蝦子？你頂到嘅時候，有人無煎，你 deep fry 嘅時候，你人會使蝦較濟油過 pan fry，所以 almost partially 冚過伊，特別伊個唔是。deep fry，because 你 deep fry 你蝦子你是做唔成嘅嘛，你特別嘅一個物件好掉伊煎可以定，然後你個會放落去，對唔對？你蝦子，你我用頭姜放咧，話呢？你放落去就是講伊納淡淡嘅咪是碰碰伊咯。咱係你頭姜落去油都知哦，即係是咪是做派啲咋？即係是夾，你夾咗你頭姜你碌落去，係你係碌落去了。碌落去咧，伊家己 float 起來嘅，你伊 float 起來嘅，嚇，伊 float 起來嘅，伊 float 起來，你度加落去起來啊！媽媽估你買乜時候大聲，琴日細聲。sorry，excited。你家你講係接嘢，嗰陣時我是看人煮啊，伊成個幫咁伊講咯，伊係你物件跌落去啊，伊若鋪起來時，伊家你度啊，嚟做可以落，可以弄隻。我當今看到人煮蝦子咧，意思成個一深度呢嗬，伊放伊 batter 到啲下邊嘅是伊特別伊煎咧，頂面個粒粒時就蝦伊參伊蝦，然後你蝦到啲迄個深度位，深度伊隻煎一啲定嘅是伊個放落去伊大點位，特別我俾聽即個播鹹啲講，伊嘅是無嘅，你安怎會 form 嘅 shape 啊？你是咧 drizzle 到啲頂面嘅。你係一個頭姜咧，大粒頭姜咧。所以你攰啲嘅咳，攰啲嘅抌落去咧，特別伊未鋪，伊未掂啦，伊鋪起來嘅啦。伊未變咯，你because 你係攰深度，攰啲頭姜落去，伊咪是碰。你就你都咳。咩係頭姜落去嘅？冇，我是講你用頭姜嚟咳嚟講下，伊咪是就伊 better 就清咗。冇講隻清，係字是冇呢。你笑未扣嚇？人講正字，乜你成日講嘅人。I think recipe 係阿張好想。博咁啲嘢，嚇，到唔定嘅咧，是成家。佢哋是碰碰嘅。哦，佢哋是碰碰嘅嚟。我特別看，即係碰碰嘅。OK，然後博咁啲做嘅是薄薄嘅。冇，碰碰嘅是博咁啲做。伊做嘅是係你，伊嘅是 BB 嚇，你有係物件是好係 B 嘅對。OK，嚟，咱講到對做咩事？咱隨到啲阿龍講到對一煎個字有淡仔清查掉，煎咧是煎類，你煎類是淡薄油呢。特別裝婆講咧，應該較掉嘛。我是每次咧，你就哦。毛毛菇講嘅是唔是會較掉咧？特別咱每教三字本咯 ，confirm 我哋叫你個隻裝婆嘛，教三字，你講煎加煎會清查。OK，你講唔就我度你頭，你度我頭，冇，實在講爽啦，掉頭。嚟講。從我嚟講，字是嚟都係淡薄油啦，成個人煎類煎，家己講掉煎類，煎。OK，我講煎。reset。係油。你是講煎，你唔是講字嚇？你是講煎嚇 ？OK。煎類，我講我啲字成個係字係邊個？但係吸謝油，加謝油，嚇對。字啊，deep fry 加 pan fry。like because 伊煎物件嗬。伊是 like because 伊煎嘅物件，有咧物件 recipe 係下咧baking powder 嘅嘛，所以伊係 like absorb 伊 drop 後，伊無咧碰嘅嘛，所以特別係只隻油，伊 absorb 掉下咧 drop，然後伊無咧碰起來，會鋪起來嘅。係滑對。嗰三字足，我就講炸。
炸？no 同叫人嘅 I correction 是炸煎煎。其實我感覺是無炸啦，炸是有炸是華語啦。係咯，我本時想講炸是成個咱講功夫話炸雞啊，咱叫全部零食啊，功夫話喺邊間嘅啊，自家煎嘅係福建話應該是。煎還是煎？我本是感覺自家煎。OK， congratulations，所以冇炸咯，所以梗係自家煎人咯。炸咧是要爆炸嘅時就叫炸啦。啊，爆炸，對，因為叫 pop 就起來時就叫炸。但係咱講到嘅，咱 share 啦，後邊啲嘛，咱內裝破落正嚇，來阿龍來講到對。內裏裝破啦 ，OK， 我是就講南西講咯，咁我哋比較注意。對，呢度有啲搞嘛。你講啦，人家出嚟講啦，呢度忙亂嘅啦。你講我度見會台灣人，我唔係台灣人。講台灣人咧是冇炸嘅，依個就煎個字嘅。對，字咧都是炸嚟。對，我嚟講乜成都是炸嚟嘅。係咯，字嘅腰是比煎個字。對。講嘅對。對啊。煎魚個椒要嘛，炸魚個字要嘛。特別我是有興趣聽，但係阿龍伊是用啲字嚟 analyse 誒無像是蝦米物件，我要聽。even though 伊對唔對，咱可以講了，我要聽伊頭前講嘅事是蝦米物件，嚟講。我有一個 question， 大家聽講。冇啦，免啦，你聽這個 question， 冇嘅 question 應該是咩？你哋都聽講嗰啲。我是要聽你大媽 understand 你物件聲，我要聽你 rationale 聲。OK， 阿龍講。冇，我是三種，我是想啦 ，OK， 我是想啦，而家我比較注意啊嘛，成日講，我是想啦，一個是油地椒嘅節鹽呢，成個肉地醬咧節鹽呢，另外一個是邊中午，對，我是很想，邊中午咧。邊中午咧下中午有油嘅，一部嘅油嘅，所以伊轉出來嘅，另外一個咧是因為我到啲韓國，因為煎雞咧是規湯嘅油，有一個，安尼講意思係一家咯，規你下一期嘛 ，French fries 然後 French fries 咧，規你下一期，係咯，免做半行咧就伊下一期了，伊免去攪，伊免做半行啊，但係 OK 差不多啦，調換正啊，伊就規你壓起來，就係。OK， 所以我想是這個三個 level 度。有三種啦 ，OK， 其實阿摩就只冇有三種嘅。呀，迄個貴隻雞落去咧，阿摩話是 brosted，B-R-O-A-S-T-E-D。特別唔是講貴隻雞，唔是貴隻雞，伊是講什麼節？伊唔是貴隻雞咧，伊唔是貴隻雞啦，伊係是切塊絲咧，真係你 French fries 啊，伊嗰啲店你是你拿，總之拿回嘢咧，貴你睇啲。哎，我講嚟就食，阿摩就食誒，伊是，就是講是煎嘅嗬，咱講煎糊嘅嗬，伊油啊是免冚過，免起個差唔多 almost 冚過伊迄個。第二種咧，伊人特別我唔知阿摩就有 separate 啦，即係即 fry， 即係是叫做。pan fry 就是成個 deep fry， 特別伊無冚隔了無什麼7%，伊起到對伊邊樣嘅，但不一頂面個無掉，你就俾冰，你個煮食嘢。deep fry 咧是你行落去，伊是 completely submerged， 嚇掉，伊會第個當到頂嘅掉，伊第當到頂咧，伊油起個來 almost 冇特別無冚過伊，然後 deep fry 咧是完全冚隔了咧，即是阿摩就即係三種。Tapi what's between deep fried and broasted lah? Ilang kong broasted means itu be cinca high temperature. Broasted 是成個啦，fried turkey 嘅咧，turkey fry 嘅嗱係啦。broasted. So ilang kong broasted is a type of deep fried cooking. 對，所以是 consider under deep fry。對，伊是 deep fry， but KFC 啊。對，something like that。Yes， 一定要冚。OK。一定要冚嘅。Gili 冇有咩 Gili？ So I 問阿龍 ，in Mandarin 嗬，這個內字 is different is it？ 你冇我就跟你講啦嘛，講華語嘅人是比較笨嘅，因為佢哋有一種嘅，因為華語是北方嘅話嚟嘅，北方嘅人冇按呢這種煮法嘅，是南方嘅人較有嘅，所以江湖人都係咪？煎炸燉係咪煎炸煎咗十8種嘅就咁樣？煎炸啊嘛，都唔係煎炸呢？
煎個字呢？冇，要18種嘅，係咪燉啦？係咪？冇燉都唔是字，人講字喎。我知，我是講要18種煮物件嘅行話。就係明白，特別人講同劍嗰時講就煎啲字嘛。對，所以我講，咱有本字嘅煎，特別咧應該是北韓還是無人嘅做法嘅，應該用無人直接嘅物件。特別有，那是講羅裝有本嗎？煎個字有本。所以北韓人嗰是煎嘅。北韓人是煎個字，伊個本本嘛煎好個字。我知啦，北韓唔是煎個字，北韓是煎個炸。這個字是炸嗎？字是炸嗎？對，有。伊人講炸，人講字，特別內行是像嘅，就是講100%油浸落去嘅了。所以咱唔是到底上，但係我講嗰個字嘅炸是像嘅咯。OK，明白，我聽 establish 等陣啊，我要聽，叮當叮，我要聽即係我咁啲講咩？我仲未數撚橋。剪嘅，那個都對來，那個question，誒，哇，我講錯咯。你做咩說那叫炸雲吞呢？自己咯，炸雲吞是講炸出來。自雲吞唔對咩？不，迄雲吞是字嘅嘛？對，那個字雲吞啊，我係字嘅雲吞嘛。錯啦，煎雞嗬 ，because 伊鼎無夠大，伊雞真濟，嘛就當啲一啲鼎咯，嘛。有可能本咯，有可能等到只 start 嘅時，煎雞曉是無煎，安尼款 GPU 嘅了誒，伊一半，因為只隻咱用鼎煎物件有當時啊，你安尼會冚到淡薄咧冰冰嘅了誒。咱該長一，咱係款破隻。哎呦，咱想做個煎甲煎啊，啲糯米嘅每嚟講緊嘅字都知哦。咧，好個仔是住都就阿龍嚟嘅時，咱個但係咱冇講，咱冇咧就阿龍嚟咧是咱個較簽就冇講今時阿龍同金龍是贊成啦，是煎甲炸是像一個煮法嚟。攞嚟細看對本白見特別，咱暫時香港啦，特別看對你攞本焦糖櫃咧，唔是啦，那是重點。我講巴黎人裏邊20兩看對啊，不是貴嘅。我會講了個，我會講，你先講啦 ，assuming 啦 ，OK，咱是講 ，OK， 咱拍當然講破講字甲炸是像嘅，特別我本每阿龍寫嘅字，咱寫字是。應該是寫出煎，寫出煎，特別咱寫出炸，一炸是喊做寫，是唔是爆炸？炸什麼炸？是爆炸炸咯！哇，河路了，路怎麼頭先每集都河路而了，都好啊，到咯。WhatsApp 咯，等我 WhatsApp 冇開，我 WhatsApp 開一定咚就是聲。OK，等我一時爆炸炸啦掉，爆炸炸掉。OK， 煎當紅炸子雞。煎煎炸 ，OK， 可能去笑啫，可能有影嘅時去笑啫。我當然講到煎煎炸，我可能避到物件，我硬實是煮只，樓頂煮只好啦。我咁想要食物你一其實較早殺阿龍，你看到要12，未這個，話你個12點咧，當然我特別講了我啲出。我有計講12點半夠啦，我有計講12點半夠。OK，別見兩個鬼告訴我 ，before 嚟是兩落去鬼告訴我，講正鬼告訴。係 OK，你是 OK，你肯定嚟是諗咩？誒，肯定就是嚟 email 話誒，我咩 problem，然之後成個 skip 咗。冇 skip 得滯啊！一用啊，等小妹笑過少少嘅啦。OK，拜拜，hen啊。到時咧，就一動就得路 glitch 掉啦，成個環。你想辦 as commercial break 嘅幾個數就，一想 commercial break 一動辦就幾個數嘅，我都講查住。啊，主人特別人嘅幾個數上，人咪講你自己一間可能知。OK，แล้ว當今我每到底人個要補充，同埋人安尼這亂這個煎煎炸誒，這個字。煮法，啷就要補充講，可你冇咩拍贏人嘅，有幾人看聲只大聲只夠贏嘛，所以咱當然可你拍別贏人講，來就追。我想問阿龍啊，讓安尼泉州嘅人有講炸是煎咧，人會話到喺邊來嘅嘛？冇這裡是問題嘅咩？你講嘅唔是問題，你是講就係 statement 啫。冇，意思講有，那是另外人嘅福建話 original 是到泉州來嘛？
แล้ว有可能有你是香蕉嚟啊！咱人福建話是漳州來嘛？啊！你福建嗰邊嘅人是講炸是字咧，還是上咧攞嚟本同樣咧？我是冇嘢啦，反正。但係依 question 係咪特別 clarify？因為應該是冇講炸，我並未講物件當然，因為應該是冇講炸啦，應該是講字嘢咯，因為應該是講字嘢。OK， 我明白。我是自己懷疑是炸是either 廣府話還是 Mandarin 影響到人講炸。對唔對？我是懷疑。咱冇辦物件咧嘛，不，咱人炸係唔是？咱其實咱人講炸嘅物件是咧，咱是講炸雲吞炸嘛，咱 because 雲吞是廣府話咩？我講字嘅雲吞嘅啫，我冇講炸雲吞嘅，我講字嘅雲吞。我平時咧嗰陣時啊，我上邊啲開面嘅時講炸嘅啫，有些物件炸出嚟，咱冇人講嘅嘛時候。對咯，我知咧是炸物件冇啊，炸把油泡啊，我炸個九字字出嚟啊。OK， 你是抓把油泡是寫大媽，成個大媽毛毛菇大山卡叫大媽講咩啊？頭一個煮咩煮？頭毛毛菇都講冇油嘅，煮嚇，係就是咱抓把油泡咧，就是講你哋叫阿莫話叫做 render effect 就叫做抓。OK。哎呦，講炸是潮州話嚟。有可能是對。哦，可能是。有隻物件是調轉冇啦，冇啦，講個豬娘啦，冇炸啦，哎呦，冇是說打。I think 是廣府話。冇，我講調轉，但係你講嘅John講嘅好似係物件是調轉能夠講嘅，福建人冇講嘅咋。佢哋物件女啊。伊講納嚇，納是調照話，納唔是福建話咧，唔是福建 origin 啊，人無時啊，人唔係你先人下面咁樣納哦，福建話叫能，冇啦，最近都講能，冇聽過，能是係咩話嚟？能我女啦，冇你是叫女，對，唔是 QQ 咩？QQ 是轉啊，能跟納是無相嘅話嚟，女無相嘅意思嚟。等陣先，我講講物件呢嚇 ，academically 啦，你講能啦，我唔知你是這裡是自然嘅音，嗰時你聽人講，我唔知啦。能這兩個字對我嚟講是唔對嘅咋？你知唔知喎 ？Because 若是講因能一邊調嘅話啦，你能啦，能啊嗬，你應該是能，唔是能嘅咋？所以若是嗰啲聽到人講能，我 feel 到啦，調照話，福建話嚟，調照腔嚇，依唔是福建話，這是調照話嚟能。但係你講福建話啊？兩集唔講福建話，你講福建話。冇，但係你講福建，你講調照話講。我講調照話納。但係能跟納冇相意思的。是嚟。那麼嘅，那個咩納咩？那叫他個咩是能呢？嚇，對，納是講能，你就冇傻機啊！能應該能對話嚟講咧 ，academically 亦唔是福建話。唔是 ，I agree 的。一是調照話嚟，一是調照話嚟。人怎麼笑咩？就是講嘅你學調照話。哇！我聽到你講調照話嘛，that's why 我 correction。你個叫謝講下面學嘅話叫能。冇啦，我講調照話啦，冇你講唔對，毛毛菇你講唔對。但係你會講調照話，毛毛菇都講唔對。對，但係特別你講能是福建話嚟，你講。我講嚟就毛毛菇講嘅咩 ？OK，就係 replay。OK， next。意思是會講調照話是能呢？係死咯，一叫人 next 呢度。Next。你唔使啊，特別叫人 next 你特別先啊嘛，個間 next，但係特別先呢，特別可能先嚇你，為啦 next。毛毛菇嘅可能布哩毛毛菇部立咗落咯。毛毛菇 ，next，毛毛菇，你叫你特別你先係健講咧，健講係呢度 next。我一場嘴咁辦，唔是話，冇，其實頭嘅冇啲嘢數。哎呦，等陣，我要學到看我食物件，咱就去舉一個數 ，OK？即是我
喂，din lunch， 我睇佢較貴啊。咪三百啊？等陣我佢較貴啦，冇看。看到很少。OK， 即係omelette 啦，飯啦，有叉骨吧，這是隻春嘅。Mongolian chicken 呢有即係有隻 hash， 但係 hash brown 即係你叫咩啊 ？hash 啦 ，hash potato แล้ววางกะกิใจ即係 cherry tomatoes 特別冇咪好似end of the season 一個韓椒啊，我豆椒，係豆椒。我朋友即係唔是旺仔啦，我朋友仔韓椒梗係落嘅。好了。做咩事都冇กะใจ咧？旺仔未醒嘅，你試能碰到隻個了魚。我係胖椒，我係 raccoon。睇只個了去了等陣我看OK。等陣，咱個學後尾就叫佢啦，無咱就少蛋啦，咱點乜整啊？煎、煎、炸，就這樣會爆槍。冇幾個數啊！after this 幾下 ？OK， 少蛋啊，各位，特別就無人講就是無講啦。This is calling 1, calling 2, calling twice, calling thrice。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煎炸，都忘記炸人了對啊。攏去煎炸啥物物件，煎炸物件咧，到底 comment 你甲我講，嘅 YouTube 嘅位啊，無就是到底阿幫嘢甲我講。OK， 感謝講到這禮拜講到這邊先，感謝禮拜再見，拜拜。YouTube 嗰邊人咧，頂住話冇覺得 episode 就變嘅訂，然後看訂正訂看訂聽 subscribe 咧，訂下入正，然後往現條錄音時佢通知你，然後出新嘅 episode 時佢通知你，感謝 share like 啊，然後 subscribe 過聽，嘣嘣嘣嘣，叮叮嘣嘣。